大家好，我係安娜朵朵老師。由今集開始，我想同大家分享我過往工作經驗入邊嘅靈異求助個案。咁我相信大家都知道，老師我啦本身係一位元神師啦、占星師啦。咁日常生活入邊，除咗各種各樣嘅玄術玄學教學之外啦，咁亦都其實有好多客人嚟揾我去解降頭啦、驅鬼啦、捉鬼啦、解除家中困難嘅疑難雜症嘅風水啦、各種靈異事件啦。近排啦做得最多嘅就係還陰債啦、拜祖先啦咁樣，咁都係得到唔錯嘅解決方法。咁從呢一啲嘅個案入邊啦，我都想去跟大家分享一啲比較有趣嘅靈異事件。今集嘅故事就係關於我朋友一個二手車嘅故事。話說有一日，我有一個朋友啦，佢叫 A 先生啦，佢就 send 咗一幅相嚟，幅相就係一架好名貴嘅跑車啦，咁亦都係佢人生中嘅 dream car 啦。咁我一望嗰幅相，我就同佢講啦，我就話呢幅相入邊有靈體喎，而個靈體就坐咗喺個司機後座位，係一個年紀比較大嘅女人。我話充滿怨氣，咁我就覆返我朋友，我就問佢：你係咪一定要買呢架車啊？我話呢架車真係好抵買咩？價錢真係好好，真係非買不可。而阿 A 先生就話佢價錢係合理，唔係非買不可噶，只不過係話突然間覺得佢好有緣、好靚，亦都係佢中意嘅顏色，所以佢就問我意見好唔好？因為其實 A 先生日常生活都會問我好多意見嘅，咁我就同佢講啦，我話不如等今晚啦，阿宏翻嚟嘅時候，去幫你再睇清楚一次啦，咁我再去覆你。咁喺呢度啦，我都想講下阿宏啦。阿宏係邊個呢？阿宏就係我助手。咁阿宏係天生擁有陰陽眼嘅，而喺我嘅靈異事件入邊呢，佢係幫我解決好多問題。我所有客人嘅驅邪、驅鬼、解降頭，所有嘅法事，佢都係有份幫手去做嘅。咁而佢過往都有接受過電台訪問，講過佢一啲嘅靈異事件，尤其是佢細個啦，因為佢喺天生嘅時候已經係可以同靈體溝通噶啦。所以喺細個嘅時候，有啲靈體會教佢讀書啦，其中有一個仲教佢英文添。咁大家可以聽翻佢過去嘅電台訪問，可以重溫翻。咁再講翻架車。咁阿宏夜晚翻到嚟嘅時候，我就俾咗幅相去睇。佢一睇就話個車後面有一個老婆婆，而司機位係有一個後生仔，大約30零歲。咁兩個咧都冇表情乜滯嘅，只不過係話個後座嘅老婆婆就係非常有怨氣，好惡，應該都難